主后2022年7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属天的价值观。提摩太前书第6章1节到第10节。伫人的管辖下做奴隶，着看家己的主人做堪得充分受尊敬，上帝名甲道理才袂受亵渎。主人若是信主的，毋通因为因是主内的兄弟，就无甲因尊敬。既然对奴隶的服侍来得到利益的主人是信徒，嘛是所敬爱的人，恁搁较着温群甲因服侍。你着用这个事来教示甲劝勉。若人甲别款教义无符合咱的主耶稣基督健全的道理，无根据虔诚的教义，就是碰风自大，完全无知，好辩论，爱伫字面上争论，对这会引起嫉妒、纷争、诽谤、猜疑，直到心思败坏，丧失真理，纷争无停。因想讲宗教是趁钱的手段，敬虔搁持续会互人得到大利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有通食，有通穿，就着知足。想要发财的人会陷落有色、陷阱，甲真侪款愚妄有害的欲望，互人沉沦直到败坏甲毁灭。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，有人贪爱钱财，受迷偏离信仰，家己受尽苦痛。以上，属天的价值观。伫提摩太前书最后一章，保罗勉励提摩太毋通陷入钱财的游戏。伊明确指出，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。有人贪爱钱财，受迷偏离信仰，家己受尽苦痛。贪婪的心，毋但无法度互人满足，反倒转会互人失去一切。有真侪个显示，人因为贪图追求财富，最后往往失去健康、家庭、性命，甚至危害社会。贪着人若心存贪念，也会因为财务交代袂清，就伫墓会出问题。面对钱财的有限，咱拢需要真谨慎。这是身处这个世界，人真好无接触到钱，而且钱加趁一丝仔，确实会互人减少淡薄仔经济压力，改善家庭生活。到底咱应该怎样面对钱财呢？保罗讲，有通食，有通穿，就着知足。人若将欲望压到上低，过着简朴生活，有通食，有通穿，自然会心存感谢。总是有通食，有通穿，就是咱追求的境界嘛？当然毋是。伫遮保罗是针对物质需求讲的，毋过搁较重要的价值是伫第2节所讲的知足。保罗提出知足的价值观，搁连结敬虔。现代台语圣经译本将第6节译做敬虔搁知足，会互人得到大利益。保罗为甚物伫知足这个价值观顶面，搁加上敬虔呢？因为简单讲知足并无难，连佛教也讲知足，因甚至搁较强调清心肝欲。总是减讲会晓得知足，就等于信仰的好行为是无？若假使一人真容易知足，却欠缺疼心咧，还是讲？一个人无贪爱世界，毋过也无任何的好所行，安尼减也算做是好的信徒。
保罗要讲的，其实毋是清心寡欲的知足拿定，搁较重要的是咧讲一个关系敬虔的属天价值观。一个伫信仰上敬虔、对上帝心存敬畏的人，伊的价值观的确合伫圣经的原则，有属天的价值观，才会真正看淡世上的一切，对心内知足。就亲像保罗捌讲的，伊弃杀万项事，看做粪扫，为着要得到基督，因为敬虔，互保罗看会破世间人所看重的万事，选择属天的价值。第7节，保罗讲到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这提醒咱，人死后袂当带走任何物件，莫眷念世间的荣华。尽管安尼，希伯来书在章第4节提到亚伯因为信心赢得上帝称赞，虽然亚伯已经死，通过这个信，伊还得讲话，可见人伫世间所行所做，伫伊离开世间以后，还是会通留落影响。所以，基督徒毋领着学习会晓知足，搁较着因为耶稣知足，搁加上敬虔的心，追求迄搁较重要属天的价值。默想，伫我的价值观内面，什么是上重要的？我的人生在追求的是什么？伫我的价值观内面，什么是上重要的？我的人生在追求的是什么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除去我的贪念，互我因着敬虔容易知足，互我因为心中有你，会通看淡世间的名利，尽一生追求属天的价值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